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再次能够来到我们富强教会，这个是我人生当中第3次来到富强教会。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教会的礼拜堂还不是长这个样子，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还在主日学一样在主日学服侍。我记得有一次富强教会有举办主日学的师资训练，所以我跟着妈妈第一次来到富强教会，那是旧的礼拜堂。但是第2次来的时候呢，礼拜堂就已经完全不一样。第2次是什么时候来呢？就在几年前，我有一个教我弹吉他，从小一起长大委员牧师啊，他在这边结婚，所以我是第2次来到富强教会。今天是第3次，也是很重要的一次，因为今天代表我们的教会公报社要来向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来请安。那我想今天我说回来到这边，其实是有意涵的。因为当我来到富强教会的时候，我内心向上主感谢。因为当我来到富强教会，我才发现原来在我人生当中，上帝已经差派许多天使从我们富强教会，然后来关心、来帮助牧师。在我服侍的地方，台南神学院有子坚姐、有慧琪姐，之前还有玲玲姐，在那个地方他们有很关心、很照顾我。然后我的师母那个易老师，他服侍的学校也一样，有刚刚的邱宇校长，有过去也是给我的师母很大的关心跟支持。没有想到，连我的小朋友上恩的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就是有林娜老师，还有其他的同学校的老师。原来我们一家受到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大的关心，有很多的帮助。在此，我要代表我们全家向我们富强教会感谢。但是，今天不只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今天是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来到我们当中。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呢，除了是我个人的感谢以外，也是教会公报社的感谢。我想，当我再次到富强教会的时候，我不只能够感受到夏牧师、谢牧师非常诚挚的关心，我来到教会，弟兄姐妹有很热情的招呼，特别又看见我们很用心在建造这些主日学的小朋友的生命的教育事工。我相信，我也看见，也感受到，我们富强教会真实是一间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怜悯与恩典，你让我们能够齐聚，也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来聆听、来领受上主你的道，让听的与说的都一样蒙受祝福。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刚刚我们的同工为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以色列联合大公国在所罗门王统治结束以后，分裂成2个国家，对不对？北国有10个支派是北国以色列，南国有2个支派是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在他们分裂之后，过不久就被北方的亚述帝国所攻打，所以他们被占领了。当亚述帝国衰弱的时候呢，巴比伦帝国强盛，连南国的犹大在后来也被入侵，也被攻打。重点就在耶路撒冷城在北国还是在南国？南国犹大，对不对？耶路撒冷城被攻打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他们被抓到巴比伦的帝国去，在那边被奴役。那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被抓去巴比伦帝国被奴役的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有机会要能够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要回到上帝所应许他们流奶与流蜜之处的那一个土地。他们有机会从奴役的身份能够回归自由的身份。那牧师就要问大家了，请问一下，这些人他们有机会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请问是欢喜快乐的事，还是悲伤难过？你觉得是欢喜快乐的举手。 OK， 好，请放下。你觉得是悲伤难过的举手。好，也有同工，好，请放下。那其他没有举手的是又欢喜又悲伤。搞不好
更符合这些以色列人真实的想法，因为确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能够回归这块土地，可能跟我们所想象的欢喜快乐不太一样。牧师一开始也认为，哇，今天他们被奴役的身份有机会能够回归，理当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可是可能不尽然。为什么？因为我们回想一下，在他们要回归之前，他们可能遇到几个内心的挣扎。第一个挣扎是什么？面对应许之地，他们心中会难过。什么意思？大家如果还记得，在2009年有一个莫拉克台风灭掉一整个村，哪一个村？那大家记忆都很好，我想那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小林村被灭掉，从2009年到现在，不晓得我们还有弟兄姐妹有回去小林村看过吗？如果有，神学院的师生在几年前有一次的这个生态议题，有再一次回到这个小林村的地方去那边看。如果你也有回去看，你会知道原本的村庄、原本的聚落，现在是什么？土堆啊！土堆，他们在半山腰的地方盖了一个小林村纪念公园，在更上面的地方盖了一个小林村纪念博物馆。原本剩下的这些人，他们在早期祖先所开垦，就是更上方有一个五里埔的地方，在那边重新有他们自己的新的建筑物，在那边重新居住在那个地方。当这个导览在跟神学院的师生介绍小林村的时候，他是这样形容：他说，每一次当他站在半山腰，远眺小林村原本的残骸跟废墟，他说他的眼泪就流下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被抓去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抓去之前，耶京已经被攻打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毁坏，也就是说什么？他们原本敬拜上帝的地方也不见了。如果他们有机会能够从巴比伦的手中回到自己原本居住的地方，他看到他自己的故乡，他会高兴得起来吗？我想不尽然，对不对？第二个，不只是他遇到这块土地本身就是一个悲伤难过的事。还有第二个，他们必须要承受的，面对亲人的分离，面对分离的那种痛苦，也是一个令人难以承受的事，不是吗？我们晓得，在人与人的接触，人最大的难过，常常都是人跟人之间的分离。土地是一个层次，人跟人的分离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如果还记得几年前，台南有发生个大地震。有一栋大楼倒塌，还记得吗？在大楼里面有许多人失去他们的生命。我印象很深刻，礼拜六发生地震，礼拜天我开着车载着师母去每一个医院去寻找他们学校的学生。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年的暑假，我到师母他们学校去带一个夏季的活动。我认识了其中一个小朋友，我们很高兴在那边度过几天的时间。我们为小朋友拍照，为小朋友录影。很不幸，这个小朋友他也过世了。我们内心非常的挣扎，非常的难过。他们家有6个人，只有1个人存活，就是有一个姐姐在外地念书。这个姐姐她回来之后，师母学校的团队把这一个照片跟影片交给这个姐姐，这个姐姐流下眼泪。她说：“这是她现在仅存可以思念她弟弟的东西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跟人面对分离的时候，不正是人最大的悲伤跟难过的时候吗？这些被抓去巴比伦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老弱妇孺啊，绝大多数都是勇士，都是壮丁。当他们有机会能够回到自己的土地的时候，他心里面难道不会因为他思念着过去的亲人而感到难过吗？也有可能，当他被抓走的时候，他也还来不及跟他的亲人说拜拜，
也还来不及能够好好将他的亲人能够安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他有机会能够回到自己的土地，可能内心不见得是一件快乐的事。第三，除了土地，除了人跟人之间的分离，很有可能这一个故乡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恐惧。为什么牧师要这样说？这个故乡带来什么样的恐惧？我们了解，大约在主前586年，以色列百姓被抓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回归大概是在主前537、538年左右，这当中有50年的时间。可是如果认真来算，大约在主前606年，巴比伦就已经第一次攻打耶路撒冷。如果在那个时候就有少数的人被抓走，那我们可以想象，这当中经过70年的时间。7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为什么？因为70年的时间，可能在巴比伦生活的人已经有第2代、第3代，甚至是第4代。对这些第2代、第3代的人而言，过去爸爸的故乡是他的故乡吗？阿公的故乡是他的故乡吗？牧师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在思考一件事。我是我们宋氏家族，我看族谱是第26代子孙呐。我的阿公的阿祖跟着那个正式的军队来到台湾解散以后，就跑去高雄的踏底山，在那边开垦渔温。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整个村庄都姓宋。我印象很深刻，几年前我们阿公家办这个新春的这个团拜，因为阿公他们是很传统的在地的那个民间的信仰，有300多个人回来，我光是我们家的这一个支族而已。所以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宋氏的亲族在那边开垦。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我的阿公跟我说：“阿友啊，阿伯你回来跟阿公做伙徛起，你回来跟阿公一起生活，然后重新开垦、重新开拓你的事业，好还是不好？”可能牧师要怎么样？很认真想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很认真想？在我心里面，我也会想一件事啊。确实，宋氏的家族都在那边，但是很抱歉，牧师从小到大土生土长台南人。我幼稚园在台南，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当兵出社会都在台南，好不容易可以去学校住宿了，台南神学院。一辈子都在台南，我的人际关系在台南，我的朋友在台南，我的资源全部都在台南。当阿公如果问我说要去高雄弥陀的地方重新开垦，你说对我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绝对是嘛，因为那是爸爸的故乡，是阿公的故乡，是阿周周的故乡，但是是我的故乡吗？我可能要很认真思考一下。如果是你，可能也一样，不是吗？所以你们就可以理解，这些以色列人被抓去到巴比伦，如果有第2代，如果有第3代，他们都在那个地方成长，那恐怕在以色列百姓本身，在这个群体当中，就已经有人是持反对票了，对不对？那更何况他们从巴比伦回来，我早上跟第一堂礼拜说他们是翘脚练喙手，看电视补土豆林，还享受那过去祖先留下来丰硕的产业吗？不是他们回到以色列，他们回到迦南地，他们是要重新开垦，重新建造敬拜上帝的地方，从零开始。更何况在他们被抓走的时候，迦南地已经有其他的部落、其他的种族入侵，有波斯人在那个地方，有阿拉伯的群聚部落在那个地方，互相有武力的攻击。恐怕他们回来不只是从零开始，还要先从什么？从征战开始如果是这样，那牧师要再问一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请问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还是悲伤难过？
可能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对吗？当我们了解可能回来这一条路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为什么上帝要透过以赛亚先知，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给巴比伦劝勉，给以色列百姓劝勉，给以色列百姓有信心，让他们知道走这一条路回来，虽然是辛苦，虽然是难熬，虽然是有很大的恐惧，可是不要害怕，因为上帝都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去了解到底以色列的百姓如何被上帝所差派的先知以赛亚来劝勉，来照顾他们。首先，这个上帝很有趣，这个上帝在要劝勉他们的时候，透过先知以赛亚书，他帮助他们先怎么样？好像演一出连续剧。有看过连续剧吗？晚上8点电视打开，如果有看连续剧的弟兄姐妹知道，前面10分钟要先做什么？很好，前情提要表示我们都有在追剧。前情提要要干嘛？告诉你之前发生什么事，对不对？这个上帝也很有趣，他用一出戏开始要劝勉以色列百姓，他先怎么样？前情提要。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从第16节到第17节，因为牧师用的是和合本，所以我来念，你们来听。16节到第17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仔细听，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请问，上帝的前情提要告诉这些被掳在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前情提要什么事情？当初摩西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对不对？耶和华在大海中开路，在大水中开路，不正是要讲上帝怎么样帮助以色列百姓，他们以前的祖先怎么样出埃及吗？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这正是以色列百姓人生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不是吗？我们想象一下，当以色列人要逃离埃及的时候，他们跑到红海的前面是大水，后面又有追兵，前没步，腿个没路，后一步是啥？下一步是什么？死啊，不是吗？要么你跳海，要么你被后面的追兵斩杀，你还有哪里可以去？就在他们人生遇到最大的挣扎，遇到最大的困境的时候，遇到下一步就面临人生的结束的时候，上帝竟然为他们预备一条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新路。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他先前情提要什么？上帝透过这个前情提要，要告诉这些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让他知道过去上帝怎么样帮助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现在就要帮助这些从巴比伦出来的以色列人，对不对？过去他们的前面怎么样是绝境，现在就算他们遇到绝境，帮助出埃及的以色列的上帝，也要帮助出巴比伦的以色列的上帝，不是吗？所以这个前情提要就极其的重要。但是有没有人，上帝有没有说这个前情提要做完就谢谢收看？没有，很有意思。在第18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什么意思？上帝在这边提醒以色列百姓，告诉他：“Hello， 没人一直在看前情提要。有人晚上8点档打开的时候说：我想看2个小时，昨天做过什么吗？应该不会嘛。上帝也提醒以色列百姓说，前情提要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过去的事，还是接下来的事？接下来的事嘛。接下来是更加的重要啊！所以既然要做接下来的事，那精彩预告就出现了。第几节是精彩预告？19节到20节说，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个预告出来的时候，就像上面的经文，当这个预告出现的时候，请问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回来了吗？还没耶。这是一个在他们还没有真正踏上归途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上帝要在他们还没有真正经历之前，还没有真正经历之前，就告诉他们：你们的前方遇到旷野，上主也要为你们开路；遇到沙漠，上主要为你们开江河。因着有这样子的保证，让以色列人能够重拾信心，知道说，原来这一条不容易的路，却常常有上主的恩典同在。既然是这样子，那这个上帝就很有趣了。故事情节做到这边，我们知道，在一个连续剧的开头有前情提要，在广告的前面有精彩预告，请问有什么意思？广告之前有精彩预告，要叫你怎么样？继续看下去嘛，不要转台啊！以色列人的上帝一直都在。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在过去的生涯当中，他们很常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怎么样？转台啊，对不对？敬拜金牛犊啊，敬拜其他的偶像神明啊，很常转台啊。在这个地方有精彩预告，要叫他们不要转台，要继续看下去。谁继续看下去？不是别人，上帝从这一出戏的里面走到这一出戏的外面，要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担当主角，担任主角。为什么？我们来看第21节，上面经文第21节，我们一起念：他们是我为自己造的子民，他们要向我唱赞美的诗歌。和合本这样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述说谁的美德？上帝的美德，不是吗？那牧师要请问大家，谁有资格述说上帝的美德？谁有资格述说上帝的美德？不正是亲身经历、亲自体会、亲自去感受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有资格去述说上帝的美德吗？对不对？当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晓得为什么我们可以做见证，是因为我亲自经历，对不对？所以在还没有发生之前，上帝就应许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述说我的美德，表示这个经历不是给别人，就是你，就是给以色列百姓，就是要他们从戏的里面走到戏的外面，要成为这个刚刚所说精彩预告里面的主角，要让他们亲自去踏上这一条新的路，要亲自去体会上帝要做一项新事在他们当中。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要来思考一下，上帝透过这段经文给以色列百姓有什么样重要的功课？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反省过去，展望未来。反省过去，展望未来。经文的18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他提醒以色列百姓，不是过去不重要，是接下来的事更重要。如果过去不重要的话，上帝也不会在一开始就用过去所发生的事要来勉励以色列百姓。但是牧师要问大家，过去的事情既然重要，那到底是过去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的表面重要，还是意义重要？我相信大家很聪明，一定知道，绝对是过去所发生的事里面的意义重要，对不对？如果是表面重要的话，那我们今天开始可能要请夏牧师、谢牧师跟我们长子同工所有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存钱，
我们大家一起存钱，要去红海的前面，然后大家开始全教会认真祷告。如果红海分开，感谢主说上帝有在我们富强教会，是这样吗？不是嘛？我们晓得，我们不需要有同样的属灵的表现，也能够有同样的上帝同在啊，对不对？所以过去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目的和意义。我记得我的老师告诉我过一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他说有一个教会大概50年左右的年纪，非常年轻的小教会，礼拜堂也没有很大，但是弟兄姐妹感情特别好。有一个新来的牧师来到这个教会，他一来的时候他就有发现，他说：“哎呀，这个教会呢，大家都很热络，但是有一个地方呢，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是什么？礼拜时候的动线。”他说：“哇，这个礼拜堂的设置啊、摆放啊、椅子的位置啊等等之类，都不是那么的走动，那么的顺遂。”牧师就开始想办法，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想到什么办法？他就想说，我只要把钢琴从舞台的左边移到舞台的右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动线也变得非常的流畅。他心里面想这样子，所以他礼拜六晚上呢就做了这件事情，从礼拜堂的左边移到礼拜堂的右边，心里面打算隔天来，弟兄姐妹一定很开心。他说：“哇，我们牧师好有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50年来饱受困扰的问题。”但是事与愿违，隔天早上第一个来到当中的一个比较年长的同工，看到礼拜堂的钢琴移位了。哎，牧师，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把这个钢琴移动？这个钢琴放在这边已经50年了，你移动的时候怎么没有先开小会？哇，非常的很大的反弹，就从这个小小环节开始，最后没有打算这个牧师需要离开这个教会。我们在今天举这个例子，我们不是要去研讨谁对谁错的问题哦，因为有可能牧师是对的啊，他为了教会的动线；有可能弟兄姐妹是对的啊，他想说，虽然动线不好，但是大家这样摩顶防踵，大家走路可以肩磨着肩的感觉，感情特别热络。或许他有他的想法，或为了尊重体制等等之类，大家都很好。但是我用这个例子是要我们从头来思考，那钢琴为什么放在这边呢？为什么教会礼拜堂要有钢琴呢？不正是因为各位弟兄姐妹辛苦存钱买了钢琴，是为了要用琴声、用人声来敬拜上帝吗？敬拜是重点，还是位置是重点？大概我们知道背后真实的意义跟目的，我们就比较可以理解为什么牧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我用这样的例子要告诉大家，过去不是不重要，过去是相对重要。哲学家说，如果我们没有过去的经验，我们好像每一天都在冒险一样。我们因为有过去的经验，所以更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在冒险的当中做更好的决定，也从做完决定之后再增加累积经验到我们过去的知识跟认知当中。因此它变成是一个循环。在这个地方，牧师强调我们这个循环是要不断的循环下去的，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反省过去，也要展望未来。你不能只有反省没有展望，你也不能只有展望没有反省。在这个地方，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在这个循环的当中不断的前进。第二个是从绝望走向盼望。刚刚牧师有说，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巴比伦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并还没有真正踏上归途啊，所以这一件事情他们经历了吗？还没有。如果照刚刚我们一开始的理解，我们更可以知道，当他们要踏上归途的这一个动作有没有很简单？没有很简单，内部自己有分歧，而且踏上这个归途又是非常的艰辛，回到自己的故乡又要重新开垦，整件事情加起来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愉悦，那么简单。虽然还没有经验，而且前方看似许多的坎坷，可是上帝却透过先知以赛亚，要给他们一个盼望的信息。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候，前方看似是绝望，却当我们有信心在上主的里面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知道上帝的荣美彰显在此。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主日学的教育就是如此，不是吗？我们有谁知道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对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我们不晓得。可是因着我们对上主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该怎么样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适合的空间和环境，在一个可以成长跟对的教育当下，能够帮助他们稳健踏实，不是吗？所以我回想过去，牧师曾经在一个偏乡的教会实习过，我在那边待了1年的时间。我去的那个偏乡教会是在嘉义的海边，有多乡村。牧师如果想吃午餐，没有午餐；想吃晚餐，没有晚餐。有一天实在是肚子很饿，好不容易去这个村庄里面唯一仅存2间杂货店，买了一碗泡面，还是过期的，因为根本没有人会去买东西。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要吃东西要开15分钟的车才可以去邻近的城市，去那边吃东西。教会50个人聚会，只有20户，1年100万的经常费奉献不出来。可是上帝却行了一件神迹在他们当中。当他们知道礼拜堂开始在漏水，当我们知道教会的建筑物开始在崩坏的时候，他们下定决心要为主建造一间新堂。新堂预算估出来要多少？3000万。3000万对一个1年100万经常费都付不出来的教会，3000万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这一间教会不仅没有去募款，他们也没有去银行贷款，就这样3000万有余啊，还多了400万。这间教会让我看见他们是一间小间的大教会。因为当他们有余，还有剩下来的400万，他们不是说啊，这钱太多，感谢主，我们放在自己口袋，让教会未来的运作发展可以更顺利。没有小会做了一个决定，把剩下的400万拿去帮助更需要的教会，让我看见重新的学习，如何在那个缺乏的当中去对上主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盼望。这些钱怎么来的？就在主日学事工啊！在这个村庄，几乎整个国小的小朋友，礼拜1到礼拜5都来到这个教会，有安亲的课程。有一天礼拜天，我遇到一个家长，他不是基督徒，我问他：“这位姐妹啊，你怎么礼拜天我看你都没有来聚会啊？那你怎么都会把小朋友送来啊？”他说呢：“我很害怕。”我的小朋友一天不来，会跟不上进度。他内心有很大的渴望，就是要把小朋友送来教会。这个教会做什么？他们本来快经营不下去了，因为每1年都要负债20万在主日学的事工。我第一次去这个教会，映入眼帘，让我非常惊艳。这么偏僻、没有人要去的地方，竟然他们好不容易找到愿意的老师。去到那个偏乡教小朋友弹钢琴、拉小提琴、打爵士鼓。就在我第一次踏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我问长老，我说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都没有办法留在这边啊，他们都会离开啊，为什么？留在这个村庄，你只有2件事情可以做，一个种田，可是你想种田，也要你有田啊，才可以种啊。第二个，绑这个科架上面要吊的那个科串，绑那个蚵仔壳，为什么绑蚵仔壳？挖海边，靠近海边。绑这个科架上面的壳壳可以赚多少钱？
我住在长老家对面有一个欧吉桑，早上3点绑到晚上10点，一个月可以赚2万多块。那你就可以想象，有多少年轻人会继续留在这个乡村。可是他们仍然，长老给我的回复是，在他们还有力气的时候，他们就要尽力为主摆上。所以刚刚讲这些钱怎么来的？原来啊，在这个教会所栽培的小孩子，他们长大以后，到全台湾各地去，都有很好的见证，有很好的服事，甚至有很好的工作的机会。当他们听到自己从小被栽培的教会要盖新的礼拜堂的时候，他们不遗余力啊，奉献回来给教会。所以有一年新春称谢礼拜当天早上奉献361万，成为这个教会非常大的经验。他们没有想到，原来过去他们看似没有盼望的这些儿童的教育，却上主已经慢慢的萌芽，让他们成长茁壮。在看不见的时候，如何持守那个信心，如何对上主有盼望，这是我们的功课，不是吗？以色列的功课就成为现在的我们的功课。那我们就要问了，牧师，那这个功课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也晓得，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牧师要跟你们说，很有关系。最后我要分享一个我个人的故事，来做今天的结尾。有许多人看到牧师，都会跟牧师说：“啊，牧师，我觉得你很棒，有很好的、很温柔的师母，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虽然不是什么五子登科，但是却在上帝的里面，我却享受极大的丰盛跟恩典。”我都会告诉他们一件事，我说：“这是你们所看到的我。今天牧师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从小我就有一个第一志愿，但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第一志愿让我的母亲每一天都为我流泪。我从小的第一志愿是什么？我立志长大要当一个神偷啊！我想说，牧师那是一个职业吗？神偷？我们会笑，为什么？因为你会知道，这大概不是一个职业。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没有想过一件事吗？我印象很深刻，我小的时候看周润发的电影，他如何怎么样去给人家偷拿一幅画回来，你不觉得很厉害吗？他怎么跟人家应对进退？他怎么样去了解所有的机关？他怎么样去努力想尽办法，能够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又很像英雄一样？不要笑，现在还是不是吗？玩命关头从第1集演到现在第8集了，你没有付过钱去电影院看过1集吗？哪一集不是去偷东西？哪一集不是展现这个主角们的智慧跟勇气？哪一集不是他们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又好像英雄一样？而且我们还电影院卖座嘞，还要付钱去看嘞。看起来很可笑，在我心里面却一点都不可笑，因为这是我的第一志愿。我给自己设定目标，要成为很厉害的小偷。但是上帝也常常跟我开玩笑，每一次我偷完东西，我有成功，却也有失败。因为当我偷完东西以后，我的妈妈、我的母亲都会发现。我问她：“谁跟你说的？”她说：“是上帝告诉我的。”所以我从小信仰没有很好，因为我觉得上帝是宝贝啊。他常常跟我的妈妈打小报告，不是很喜欢那个时候的上帝。每一次我成功，却又失败。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国小2年级的时候，
我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我刚刚有讲，人生要不断的进阶嘛。我设定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偷拿了4颗电池。其实我每次拿的东西对我来讲都没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都享受在那一个获胜的过程。我拿4颗电池，为什么？4颗电池都放在哪里？收银台的旁边，对吗？有很简单拿得到吗？不简单你要找监视器在哪里你要可以跟店员，可以跟他有很好的眼神的交流你要想尽办法，在你做坏事的时候不被发现我心里面想说，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挑战，所以我就去偷拿了4颗电池。我有没有成功？有，我成功了。我有没有失败？我失败了。这一次发现的不是妈妈，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他那一次一样，他也没有很大的责备，他也没有说什么样的话来怪我，但是他只做一件事情，他一只手牵着我，一只手拿着4颗电池，带我回去我原本偷拿的那间大卖场，跪在那个地方跟人家道歉，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的父亲，他没有让我一个人跪在那里，我的父亲跟我一起跪在那里，跟人家道歉。那是我人生极其丢脸的时刻。所有从大卖场进出的人都在看这对父子在做什么，我心里面觉得很丢脸。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的第一志愿，有那么容易放弃吗？我没有放弃，我越偷越多，越拿越大。到我高中的时候，我的母会买了2台很漂亮的笔记型电脑。那个时候笔记型电脑刚刚盛行，我是一个很热衷电脑的人。看到教会买了2台电脑，于是那个本性又稍稍的占据了心头，想说，怎么样可以将它占为己有？要跟教会偷拿东西有很简单吗？没有嘞。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教会读完书，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把电脑带走。我把所有我走过的路径都拿抹布擦过一遍。因为我知道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知道钥匙放在哪里嘛，我知道怎么样可以最快速的离开。那个时候有监视器，那时候还是卡拉，我把整个卡拉拿去丢掉。我心里面已经打算好了，隔天就算牧师、教会弟兄姐妹报警，绝对不会有人知道是我拿的。我有没有成功？有啊。我有没有失败？也有。隔天我的牧师打电话给我的母亲，他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就说想要约阿优啉一杯咖啡啊，想要约我去牧师馆喝一杯咖啡。我心里面想，我到现在还不是那么喜欢咖啡，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去了牧师馆，牧师告诉我，他说呢，陈佑，牧师知道电脑是你拿的，这个很重要，教会放 PPT 都需要，这是很重要的工作。牧师希望你把电脑还给教会。接下来他所说的2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用台语讲的啊，今天所发生的代志，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连牧师娘也是牧师，连牧师娘都不会知道。他让我有机会改过自新，他用爱去遮盖我所犯的过错。第2件事情，他告诉我，他说陈佑，从此以后，出去以后，你所做的代志，要得到上帝的欢喜，荣耀上帝。他说从此以后，
你所做的事情，牧师希望你是可以荣耀上帝。那一天我非常的难过，我回到我自己的床铺，我在那边跟上帝祷告。但是因为那时候信仰还不是很坚定，我跟上帝埋怨了，说是祷告，但是是埋怨。我跟上帝说，怎么会是你拣选我去偷拿别人的东西？我心里面没有觉得是我自己，我说别人都好好的啊，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大家都好好，都不会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只有我会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你拣选我去做这个事情？信仰不是很坚定，还是跟上帝埋怨？但是感谢主，好家在最后我有跟他讲一件事，我跟他说：上帝，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为什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在别人所看不见的时候，在私底下的你自己最清楚知道，很有可能我们自己的心也被撒旦抓去很远的地方了。我们在那边安逸，我们在那边舒适，我们在那边享受我们所犯的过错，纵使我们知道哪里是对的，哪里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却没有勇气要走这一条新的路。或许这条改变没有那么简单。牧师说我要改变，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吗？没有当你说你要改变，家里面东西不见，第一个想到谁？还是你啊，对不对？我在大学2年级都大学了，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上课接到家里的电话，妈妈打来，我赶快跑去教室外面接起来，因为大学已经大学了，人看起来比较壮了，妈妈讲话也就比较客气了。妈妈打电话来就说：“阿佑啊，爱讲台语嘛，陈佑，那个妈妈在那个饭桌上面放200块怎么找就是找不到。讲话比较客气，那找拢找无，唔知你看我无细哩，你有没有不小心放在你的口袋里面？”以往接到这样的电话，大概很生气跟你讲无就是无，个切都掉。但是那一天，我就安静下来，就跟我的母亲讲，说：“妈妈，请你放心嘛，这件代志已经离我很远啊，请你放心，这件事情已经离我很远。”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不晓得是不是我们家真的没有东西不见，但是至少我没有再接过爸爸妈妈的电话，在讲东西不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跟我的心里面，就像刚刚牧师所说的，可能是一个我们不敢面对别人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一个我们不好意思开口的事情，可能是一个连我们自己都不敢面对的事情。可是请你相信，上帝都知道。当我们的心被撒旦抓去很远的地方，我们曾几何时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那边享受，日子久了我们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就会认定这个才是我，这个不是我，那个离上帝很远的就是我的本性，上帝的应许不是我。真的是这样吗？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的这一段信息，成为我们生命的前情提要，我们的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精彩预告。上帝也从这一出戏的里面走到这一出戏的外面，要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说，不是别人，就是你，就是你。接下来所说的，接下来所发生的，不是别人要去经验的，是你跟我要去经验的。盼望上帝给我们足够的勇气、信心跟智慧，让我们在很安逸的时刻，让我们在很舒适的时刻，可以重新反省跟检讨。
然后展望未来。盼望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前方有许多的困境，我们觉得这个改变似乎是不可能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学习以色列人一样，可以踏上上帝所祝福的应许之地。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向你感谢，也向你忏悔。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内心深处，别人所不晓得，在暗房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却上帝你什么都知道。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很长时候，当我们内心深处所做的事情，我们也渐渐习惯了，我们渐渐根植，我们也渐渐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以至于我们常常说这个习惯，这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再改变了。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也求上主你赦免，因为我们晓得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让我们学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面对前方的困境跟前方的路途，我们需要重拾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晓得你的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处，是隐藏着上主你无剩丰盛恩典的时候，求你就让我们学像以色列百姓，提起我们的信心、勇气跟智慧，让我们踏上这一条回到上主怀抱的路途。主啊，或许在我们前方等着我们的，不是一路的顺遂，仍然有许多的艰难，有许多的挑战和许多的捆绑。但是求上主你让我们在这个困境的当中，持守对你的盼望。面对我们现实的处境，不是时常向你埋怨我们的困境有多大，而是我们能够学习向我们的困境来诉说我们的上主有多大的荣美。主啊，求你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的脚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也一样领受一件新的事，走向一条新的路。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